7页开始好，顶摆咱敢若读到第7条新竹中会，新竹同会嘿。好，今仔日就继续为第8个吼开始读。第8个桃园同会，就是桃园南坎。南坎。歹势，南坎嘿，写了，安尼才对，南坎园区啦，知影即个所在，好，天好啊，天啊，三角影三角影呢，总算是了解啊，是三角影，知影大考涵，咱之前敢是有读过即个所在，大考涵，听起来就大亏是大考涵，好，继续，后一个是啥物？中立当然是知影，好，中立，好，了解。园区啦，坑啊，然后这毋知这什么所在，园区啦，坑啊，这除了去查你之前有迄个 link 的，毋知佮倒位查对嘛？毋知。小地名这学出来。嘿啊。你迄个。看来我找一个迄个 link 找出来看。我嘛打互你吼，等一下。伫信息啊遐，好打起啦，打过去。好，园区啦，我看觅园区啦。园区啦，伊就讲即个地名叫做园区，毋知伊到今嘛是叫做。我要安怎？我是用迄个 Ctrl F， 嘿是，是啥物所在啊？敢查着？嘛毋知，嘿啊，真正无看。园区啊。嘿啊，若是 Google 园区啊，即个所在都拢找着拢是教会长老教会迄个相关的结果。桃园园区啦，无即个所在啊。嘿啊。麻园区，麻园区。毋知咧，无看到有即个地名。嘿啊。搁另外一个所在叫啥？坑啊！哇，这嘛我看嘛，要找着我那真困难。坑啊！坑啊！五股坑，敢若有五股坑啊，无其他坑啊。嘿啊。安尼无法度，安尼就查袂着即嘛即个地名。好，咱继续读啦吼，好，继续。好，即个。来，我读一下吼。嘿。桃园同会就是桃园南坎园区啦、坑啊、三角影、大考涵、中立。好，继续吼，第9中港同会，就是中港
桃牛、新港、后人、外埔，其他差不多拢听嘿啊，不过桃牛就无捌听过是啥物所在桃牛。这拢你毋捌听过嘿？即嘛苗栗县苗栗嘿啊，北苗栗诶所在，北苗栗，所以讲后人嘛是北苗栗诶所在。后人就是嘛是苗栗县吼。苗栗县好了解。对遮开始就算苗栗啦嘛吼，头份哦，头份嘿嘿，竹南即遮拢算苗栗县嘛吼。哦，好好。头份竹南是较比即边即遮较闹热啦吼。是。啊，哦，有看到啊，看到，后人嘿，伫遮嘛对，吼。是看到啊。外埔好，我就毋知吼，外埔苗栗外埔我毋捌听过呢。嘿啊，我嘛是毋捌听过。遮伫后人遮啦。后人伫倒位啊？白沙屯，我顶一撮转台湾的时候，阮弟弟带我去遮，去遮哦，去拜拜。佚佗哟。看起来是海边啊。去拜拜。所以讲你的咧，即个即嘛这观光化做了就蒙啊埔，也是啥物事？毋是，这是白沙屯，即个妈祖庙啦，妈祖经啦。所以讲，嘿，妈祖庙，原来是妈祖经。外埔伫遮，了解后人伫了解。遮啦吼。后人伫遮，外埔伫遮吼。即个已经较接近即个苗栗市啊吼。离海就近，嘿，离海花就近啊，嘿是。万里嘛，佫算，听袂歹。万里嘛，佫算苗栗嘛。即个大家区，即是大安区、大家区，伊拢是算苗栗县。伊县界位伫遮，所以毋是区哦，即遮就算苗栗县，即遮算台中市啊吼。即遮有山是啥，我嘛毋知，伊即个县界位安尼。我伫后壁，应该是后壁迄条，你讲是大甲区分开苗栗县甲台中市吼。本来我是想讲是溪啦，做界，但是看起来毋是啊，这界线伫位伫遮，你有看会着无？界线伫遮。对啊，嘿嘿，毋是迄条区。界线足奇怪，即共一区，结果一边苗栗县，一边台中市，这毋是怪怪。不管，不论啦吼，主要是伊即个中港区，即个中港的即个同会吼，主要是后人外埔嘛吼，即只中港是伫倒位，我都无啥会记吼。伫咧即个竹南这附近的款啦，中港区有遮一个中港区，有无看会着无？中港区。中港就是即个位啊啦，但是我无介清楚。原来是遐。即只有一个所在，地名叫中港啊，我嘛毋知对。是哦，好。中港，咱继续看，对哦。中港、桃园、新港，新港。后人外埔新港伫倒位啊？中港我知，新港我就毋知啊。桃园，等你嘛查一下吼。苗栗新港伫遮，已经造桥公馆伫倒位啊？头厝造桥，苗栗县、苗栗市。我印象中应该先到公馆啊，无看公馆。好，这只个新港啦吼，我毋捌，我无熟悉这个所在。桃园，我相信是小地名啦，无人讲来。桃园要安怎写呢？
无看。哦，遮啦。哦，吼，土牛靠土牛嘿嘿，遮原来是迄个土，嘿嘿，土牛，伊头份遮啦。头份，嘿啊，看起来真结棍，嘿，嘿，较弯山迄边，嘿，我遮嘛无熟，虽然这遮离新竹无介远吼，但是我无介熟。竹南头份无讲介熟啦，但是当然较早捌定来过啦，经过，还是有时仔来这遮，我嘛袂记来遮做啥，我伫咧经过就对啦，会经过头份，这是竹南安尼。好，来继续读。有一个第十，参寮董会就是参寮公馆庄，公馆听过，嘿，应该嘛是伫苗栗，嘿，公馆庄西潭队，OK，嘿，拢是听过所在，嘿。参寮我毋知啦吼，公馆庄就是公馆庄，应该是公馆。系啊，就是公馆苗栗公。西潭你知吼？有听过，之前敢若看过几若摆。西潭就是即马算真有名的即个观光所在，伫咧第三线遮，我所遮。公馆伫遮啦，我拄仔出公馆咧苗栗市搁过，遮个公馆。西潭伫咧山边，第三即只大湖道南，向往遮。叫西潭。公馆西潭，搁一个啥所在？煞袂记。西潭对，就是田寮田寮无看咧，我相信是伫这附近尔啦吼。遮叫田寮。就是较南边即只啦吼，这拄则是土牛伫咧北边。苗栗的大概中央的所在哦，苗栗市啊，南边这只就较无遐闹热啦，万里三义这只吼，就庄脚的所在啊。嘿，是。田寮是伫咧中台里中区啊吼。田寮西潭公馆，继续。田寮西潭公馆，好，继续吼。后一个是11三吉拉街东会，就是三吉拉街拜梨，咁讲拜梨，应该是安尼吼，拜梨。红茶拿少妇达拉比金珠里干，吼，应该是安尼讲吼，金珠里干。继续后一页，吼，老啊，咖喱湾，咖喱湾，咖喱湾，看到，好，咖喱湾，咖喱湾，咖喱湾，伊哩板，咖喱湾，吼，伊哩板，南风澳，但是即个南风澳，甲应该毋是。南方澳渔港啊。但是为什么南澳会出？嘿啊，为什么会出现伫遮？南方澳不是在，敢不是宜兰当兵遐？这应该是宜兰。所以讲这17个拢是讲宜兰遐的地名哦。无怪我拢无熟悉，嘿啊。所以讲三吉拉街第11个拢是伫宜兰遐附近的所在吼。这地名拢听起来拢足原始的，就是用
变无反的叫法。哦，原来是安尼，无怪好，所以就即几个所在，我接熟悉一个南方，听过南方话尔。是伫倒位？南方话，伫苏澳的，伫苏澳的较南边，苏澳甲云南遐，苏澳南方澳。你敢有看苏澳？苏澳就伫手边遐海边岸遐。好来，加，东山苏澳拢是遐。嘿啊，苏澳到下骹南澳就南方澳遐。苏，嘿啊，南方澳苏澳 ，OK。加哈，南方澳OK。啊，这地名咱来讲啊，什么龟啊？三吉拉龟，同会三吉拉龟就是三吉拉龟，三吉拉龟。哇，这拍出来，三吉拉龟，这真看查有。嘿呀。这是三角印。三角印，三吉拉龟是这啦吼，三吉拉龟。五吉啊，五吉捌听过啦，三吉啊，我都唔知啊。就是五吉乡。五吉啊，伊这只三吉伫遮。哦，所以这只足快哦，对于这只甲这个南方澳遮。好，三吉啊，过来。百里啊，百里哦。百里啊，这嘛是爱出遮才有啊，我唔知什么所在。百啊，无呢。感觉有声调。我搁拍袂出声调才会害。伊日版伫遮啦吼。总为。总为。哦，较北边遮，还是后川的倒位吼？伊日版啊，咖喱湾吼，一定会啦。五吉乡秀水湾，俄罗斯马湾，老楼啊哦，老楼啊遮。五吉乡新店村，南方澳西潭队，西潭队是苗栗个吼。金竹里港。东山乡哦，金竹村。哦，原来就是遐。唔知有无？唔知在对的。遐东山哦，了解。金竹。遮。哦。金竹里港。哦，即摆就变做路名。哦。嘿啊，金竹1路、5路，东山河嘛吼。是。啊，第一道带我去东山河佚佗的，阮较早做兵的时候较看。信道罗友文吼，啊伊即嘛讲起来吼，我拢才发现讲，为虾米因生做就是无像，就是五官有较特别一丝啦安尼。因拢迄原住民的迄个血统应该拢有。哦，有可能。
好，来，我来甲读一下吼。三吉仔街同会，三吉仔街同会就是三吉仔街，百里无错着吼。红茶拿，少佛、达拉米、珍珠米干，老老啊，咖喱碗、鸡粒板、南方蚵。我昨看一下这个少佛甲这个达拉米，少佛，嘿，好好。少佛 SAU 无，有少佛伫遮，嘛是伫五件吼。达拉米达拉米敢若无 TAT 嘛，达拉米。红茶拿 ANG。红茶拿，红茶拿三千乡万户村。较活山内底啊。宜兰我实在是无熟，应该会机会来遮佚佗，因为好，这是最好所在。系啊系啊。你敢有定来遮？嘛无定着咧，就久以前有去佚佗几若摆，就安尼尔。即嘛这个雪隧吼，这个磅空开了，其实较方便啊，但是吼。系啊，系是啊，毋过还是爱有车啦，系啊，爱有车才有法度，系啊，系啊。年做去吼，太工咁要动，系啊系啊，想要去就对啦。系啊，就是爱，话到讲爱紧别个时间，无迄个无放假的时间，才去，才无遐侪人。这条嘛吼，第5号嘛吼。嘿是，系啊。这条就是9弯18外吼，人讲的这个北宜公路。是，就是较有历史的。9号这条吼，我行过一遍吼，印象中就歹行。哦是，系啊，就是大家拢讲迄条路较真歹行，真歹塞车。对啊，9弯18外就是讲这条。嘿是。继续，咱转来读一个第12个吼。等我看一下图。水灯卡礼拜堂纪念盖牧师1901年。是新店礼拜堂。新店礼拜堂新出这款哦。但是我毋捌看过，应该是拆掉啊啦，即嘛无印象。印象。好，来第12个。嘿，继续第12个，大马恩动会，就是大马恩番社头八关基立丹武乱，敢是乱？武乱，新那汉，应该嘛拢是宜兰遐的地名吼，地方。是。好，以外国有说法度互动会进步来请牧师正做独立的教会。好，你干嘛来读一遍？好，第12，大马恩动会就是大马恩番社头八关基立丹武乱新那汉。以外，佫有设法度互动会进步来请牧师正做独立的教会。这地名我都不知啊，就是在。系啊，有一寡系啊，有一寡感觉进前有讲到。系啊，
对，迄个武乱进前，武乱期入丹进前，敢若嘛有出现过，有查过印象。系啊系啊，好好好，继续，嘿，胡乱家哈，嘿，对，给你单打开，家，嘿，想的给单打开啊，所以这是打开家，打开伫倒位啊？打开伫家较北边家。哦，对，我有印象，就是一礼拜头一个所在就是打开啦。对，这当然我讲的一礼拜是对这个高速公路礼拜，这个崩坑出来了。对台北过去啊，嘿啊是，嘿，对，好，来继续读。好，继续啊，新的一部分，独立教会的研究，研究，第一主后1906年，明治39年4月3日，艋舺教会有什么？聘请哦，了解啊，聘请陈清仪做牧师，对中会成立嘿，陈清仪嘿，好，安尼好，陈清仪做牧师，对中会成立了后，就是艋舺头一位请牧师正做独立的教会，牧师现时要在任。好，第一条你干嘛来读一遍？独立教会研究，主要1906年明治39年4月3日，艋舺教会有聘请陈清仪做牧师，对中会成立了后，就是艋舺头一位请牧师正做独立的教会，牧师现时要在任。好，继续吼，后一个第二，主后1906年明治39年4月17日，新店教会有聘请萧安基做牧师，却因伫中会未成以前，也捌一摆请陈英辉做牧师，大约有久。安尼算北部的教会第一早请牧师伫这样，到1914年3月9日，萧安基有转任什么职位？哦，是伫职位。到哈？好。到1914年3月9日，萧安基有转任做淡水中学校的教师。当迄年4月21日，因有国请葛水玲做师，现时要在任。好，这段你干嘛来读一遍？主后1906年明治39年4月17日，新店教会有聘请萧安基做牧师，却因伫中会未成立以前，也捌一摆请陈英辉做牧师，大约有7年久。安尼算北部的教会
第一查请牧师是伫即位。到1914年3月9日，萧安基有转任做淡水中学校的教师。当迄年4月21日，因有阁请葛水玲做牧师，现时还在任。好，继续吼。第三，主后1907年，明治40年4月18日，大稻埕教会有聘请李任做牧师。到1914年2月，当迄年3月9日，结往也6月9日，这敢是typo，应该是请吼。是。搁请，应该是搁请葛希成，嘿，应该是葛2个 H， 搁请葛希成做牧师。现时还在任，吼。我读看。好。主后1907年明治40年4月16日，大稻埕教会有聘请李任水做牧师。到1914年2月11日暂停。当迄年3月9日结往。也6月9日，因有阁请葛希成做牧师，现时还在任。好，继续吼，后一个第四主后1907年明治40年4月30日，新竹教会有聘请葛春木做牧师。到1908年1月25日结往。到1913年5月7日，搁请葛希成做牧师。伊伫1914年5月22日有啥物？辞职是啥物？辞职。原来是安尼，有辞职。好，有辞职，转任做辞职，有辞职，转任，好辞职，转任做大稻埕的牧师，现时还未搁请。好，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好。第四吼，主后1907年明治40年4月30日，新竹教会有聘请葛春木做牧师。到1908年1月25日结往。到1913年5月7日，搁请葛希成做牧师。伊伫1914年5月12日有辞职，转任做大稻埕的牧师，现时还未搁请。好，继续吼，后一个算第五段，也是第五部分。第五，主后1914年4，这敢是 typo， 应该是 G 吼，4月。GEH， 好，4月15日，三甲埔教会有聘请郭安乐做牧师。到1918年2月17日结往，现时还未搁请。这段你读一遍。
主后1914年4月15日，三角埔教会有聘请郭安乐做牧师，到1918年2月17日过往，现时也未搁请。好，继续后一个第六，主后1914年4月28日，水灯卡教会有聘请叶金木做牧师，现时要在任。第六，主后1914年4月28日，水灯卡教会有聘请叶金木做牧师，现时也在任。好，继续第七，主后1914年5月5日，三角三角印教会有聘请陈豪做牧师，到1919年3月30日有时节，等下有时节，好有时节，现时也未搁请。好，第七，这段敢来读一？主后1914年5月5日，三角印教会有聘请陈豪做牧师，到1919年3月30日有时节，现时也未搁请。好，哇，继续第八，第八，第八吼。好，主后1918年6月18日，大正已经到大正啊，大正7年，这个谈年的时阵，敢会变调？大正7年，大正7年，吼，嘿，大正7年。看你熟悉的程度啦，当然即马较这对大正这个年号无遐熟，就是大正7年。大正7年，你若惯势啊，就大正7年，嘿，就变调。好，了解。大正7年，好。大甲教会有聘请张金波做牧师，现时也在任。第八，主后1918年6月18日，大正7年，大甲教会有聘请张金波做牧师，现时也在任。好，继续第9，主后1919年大正嘿，1919年。所以讲头前爱变调吼，1919年，1919年。后壁年可能做一个读啦，就是1919年。1919年，大正8年3月11日，淡水教会有聘请张天基做牧师，现时也在任。第9，主后1919年大正8年3月11日，淡水教会有聘请张天基做牧师，现时也在任。好，继续第10，主后1919年大正9年，为什么？应该是为什么？系啊，对啊，系啊，头前甲这个拢是1919，这个应该是大正8年4月20日，贵人教会有聘请，应该嘛是太普聘请林清良做牧师，到1922年4月30日有时节，现时也未搁请。好，主后1919年大正8年4月20日，贵人教会有聘请林清廉做牧师，
到1922年4月30日有4集，现时也未搁请。好，继续后边就是宣道会。好，宣道会主后1909年明治42年2月2日，中会有设宣道会，煞命令各会友伫旧德正旧德，这敢是应该有第三条吼，正嘅，敢是正嘅？毋是正嘅，正嘅头是什么意思？正月的头啊。哈？正个就是1月嘛，正月。正月正啊，咁伊个写条敢是第一条？正嘅。第一条，连华语就读做一声。正月。嘿。我华语无听过一声的讲法呢。正月。应该要读做第一声啦。是哦，好，我记咧。我这拢叫是正嘅，这个声调。毋是正个，拢爱讲正个第一声。原来是安尼。这较新呢。新正年头，捌听过无？毋捌听过。新正年头就是讲迄个。你看连音都飘出来吼。嘿，新正年头，正月，真正是咧。嘿，这个华语我真毋捌听过。嘿。恁小学时阵无教着。无啊，系啊，拢嘛是有可能有教啊，我咧困。我毋知，应该是伫学校学的啦，无可能我遐教。我对迄个中文无遐尼有兴趣，所以有可能伫困。有可能先时咧讲，我咧困。不管台语就是爱讲正个啦，无讲第三声，一定是正。原来是安尼，好。当然华语拢是我学的。华语我都毋知啦，我是拢讲，我拢读做第一声啦。正个，几声我毋知。好，了解。好，正个好，继续伫旧历正个头一礼拜着啥物现金。你继续。系啊。好，要看卖继续。正个头一礼拜一礼拜对，应该是头一礼拜着现金来做宣道会的路用。了解。有啥物？有创宣道会的钱地，互达人通入。了解意思。对迄点起，到即点，年年有实行。所收的钱，无设到伫即个所在来保养道理，是伫不知侪所在来开啥物？演说会。来开演说会了解。演说会，演说互人听，不只有得到结果。好，了解意思。这段你敢卖来读一遍？宣道会主后1909年明治42年2月2日，中会有设宣道会，煞命令各会友伫旧历正月头一礼拜着现金来做宣道会的路用，有创宣道会的钱地，互达人通入。对迄点起到即点，年年有实行。所收的钱无设到伫一个所在来保养道理，
是伫不止侪所在来开演说会，演说互人听，不止有得到结果。好，了解。哦，拄好一部分下刷，后壁是嘿啊，后壁就是新的一部分啊。后壁是什么？原告诉高什么？高挂，高高挂，哦，OK，永乐哦，高挂永乐会哦，了解。好，安尼好，咱那拄好这部分读了，好，拜拜。103也拄好读煞哈，103也拄好读煞。好，安尼咱后日再来。后礼拜继续来读，哈，来好，嘛是他出席抓个一本，好，好，多谢，后礼拜再会，安安。晚安。拜人，以后拢是这个时间好，敢袂使，就是拢9点，好，你敢方便？好，安尼真好，好，后礼拜，嘿，好，安尼真好，多谢，后礼拜再会。